共在东突厥斯坦的公安机关开发了一个微信应用程序，可以控制用户的所有信息，为进一步加强数字跟踪、监视和管控，强迫东突厥斯坦人民下载使用。根据中国气象报告，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到45摄氏度左右。2015年吐鲁番市就曾经刷新了中国热极纪录。中国气象局在周五表示，东突厥斯坦的冰川融化构成了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附近的阿克苏河支流溃坝的巨大风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五强调，美国在应对北京对台湾的攻击战略上将继续保持战略模糊。沙利文是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不同的场合说将军事保卫台湾，这是否代表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改变时，发表了上述回应。专家称，战略模糊政策不仅是为了阻止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也是为了劝阻台湾寻求独立，因为北京和台北都无法确定一旦发生冲突，美国会不会干预保卫台湾岛。日本最新发布的2022年新版防卫白皮书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对台湾的紧张关系，使日本的国家安全遭受越来越大的危险。因此，日本需要强化其军事能力与国防预算。日本政府除了发布这份年度防卫白皮书之外，预计几个月后还将发布最新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先发制人打击纳入其中。英国首相约翰逊到一个英军基地探访了正在接受训练的乌克兰士兵，期间约翰逊与士兵一起训练，还投掷了模拟手榴弹。约翰逊在片段中说，目前有400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受训，英军计划接下来的4个月为大约1万名的乌克兰士兵提供训练。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西北部甘肃省一煤矿矿区边坡周六发生坍塌事故，造成10人死亡，6人受伤。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救援行动已经终止，坍塌原因正在调查中。在监管和安全措施松懈的中国，矿难事故经常发生。中国的大部分电力都严重依赖煤炭。